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一个单小姐出面来指控，讲伊甲因兜迄台200多万的轿车送去保养，车厂的技师竟然是偷驶因的车，半暝甲车驶去高速公路批车，批到149公里互翕相，伊收到罚单，这个罚金是高达12000块，各互扣牌照。第一时间，单小姐去找技师来对质，对方毋但无承认，态度阁真歹。单小姐气呱呱，痛骂这车厂真无水准。尾也去报警，这个车厂的头家才出面来道歉，讲是技师个人的行为。有心的单小姐驶到伊的爱车，伊出面控诉高雄仁武一间汽车美容厂，其中一个师傅离境行为。是5月5号下午大概4点的时候，把我们的车接回来这样子。那想说应该一天呢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然后我们前天就收到了这2张超速，都有一点点就是很陌生。然后因为我想说，之前是有小朋友嘛，还不可能开这么快。收到罚单的单小姐甲因翁拢感觉莫名其妙。3个半暝伫高速公路时速149公里。这毋但要罚12000块，还阁吊扣牌照半年，气一个赶紧去报警。这个看5月7号透早3点外，监视器画面看到有人将车驶出车厂，说来2点外钟，大高雄所有的车便系统拢找无伊的踪影，一直到早起7点半，轿车阁出现伫监视器画面。一路驶到高雄三民新兴甲林雅区，最后再阁驶去到高速公路，阁真正将客货车当作是家己的车。我们的行车记录器就是这一段时间是不见的，所以我会觉得说，是不是他蓄意把它删除了呢？这边是美容店哦，跟保养应该是没什么关系啦。第一时间接手师傅，伊无承认讲有偷驶车，回应单小姐的字态度毛够歹，想要到报警了后，车厂的态度拢完全无同款。头家出面回斥咧，承认讲一切拢是员工个人的行为，要安怎赔拢愿意配合。是讲吊扣车牌申诉的听书真困难，半年时间的用车甲这个爱车这个问题，和单小姐甲因翁拢真无奈。共款无多谅解偷驶车佫死唔承认的师傅。就入去派出所告伊强制罪，这件代志恐惊嘛影响到车厂的信用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